物销上市了，记得您最爱，都从台南带去给你。你说的颜色不同，口味特殊，清香宜人，是意大利、台湾3大女高音。回国后办免费诗词幼幼班，是每星期从东山的红树林帮我打气，听我的电台录音我细小的指引，是排场豪气的女主人，为家付出的辛勤中人。3年了，物销上市了。3年了，物销上市了。